哇！尋日5月7號呢，過嚟食飯嘅全部都係大客、高端客戶。嗱，你睇呢個2個人嚟食個無花果浸雞，送一煲黃鱔飯俾佢哋，足足有5碗飯嘅，而且仲點多個青菜添。嗱，呢啲咪高端客戶咯。還有4個人嚟食，除咗食個無花果浸雞，又有煲黃鱔飯之外，仲整多條魚，又點多個青菜，還有啲8、9個人嚟食嘅，哇！真係一人點一個餸，點夠8、9個餸，非常感謝呢啲客戶嘅支持。嗱，我哋都會山莊依家搞個活動呢，食無花果浸雞送黃鱔煲仔飯呢，係冇乜錢揾嘅，就係靠佢哋點多幾個青菜，點多幾個餸去揾少少錢咋。尋日5月7號。幾乎所有客戶都點菜食，都願意點多個餸食，非常感謝佢哋嘅支持啊！如果日日都有啲咁高端嘅客戶，咁我想唔發得幾難啊！嗱，好快又到母親節啦，想免費食黃鱔飯嘅朋友，想食無花果浸雞嘅朋友，記得提前預訂啊，分分鐘冇位啊！我喺都會山莊等你哋啊！